因为台南的二林溪有真侪废五金、重金属废水，这污染物拢点伫遮，地数这污染是真严重。政府清理16年啊，虽然有进展，不过还佫剩2成还未清。即阵呢，伫咧溪边拢总有台南3块地，加上高雄一地，后续拢会由中央来出钱地方执行，目标是咧3年内彻底整治，或者二林溪等到清气的面貌。 城市电子废弃物内底洞走出来，叫电路板、电池，甲一寡化学物拢无分类，佮掺涂染做伙。即阵二林溪依然有部分是重金属污染超标，虽然政府已经处理真侪档，不过还剩2成还未清完。14明代邀请环境部校长会勘，嘛确定这案落尾来整治。这个人是发声，这是因心肝内疼，望政府最后一里路赶紧来清理。这旧年较清尔，旧年怎清遮，啊清地啊。 唔通可能为钱买用了，讲是只咧讲，讲就讲钱买的，是要出搞。最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啊。这个溪川的旁边，还佫有一寡这个有毒的废弃物待伫迄个所在，计划已经确定啊，经费的来源嘛确定，即马全部拢由环境部来负担，大概有超过13亿啦。 对民国98年，政府启动二林溪清理工程，到今拢总清13.6万吨。有环保团体讲，确实有寡成效。过去水内干那一2种鱼，即摆已经有上百种鱼种回来啊，连乌面腊八嘛飞来遮过冬。第二林溪两岸，目前有台南3块地，佮加高雄一地也未清。未来确定由环境部补助经费，踮市环保局来执行。目前大概剩下4块，那4块里面大概以这一块面积最大。 环保署跟环保局赶快能把这些电子废弃物清除，让二仁溪可以更加干净啊！这一次的台南市所提出的计划包括高雄市的那个点位一并把它纳入，估计大概是4年的时间。 会来完成117年底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的二仁溪4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污染，终于能够彻底的解决。环保局讲，去年伊嘛有先伫南定桥水头450公尺远的所在试屋，做初步废弃物分类处理。未来若经费拨落来，会随做整治工课。希望二林溪清完了后，通真正洗清污染溪的歹名声。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。